機場貨機墮海，兩死兩傷。駕駛艙入邊係一班有超過10年經驗嘅土耳其老手，但點解由失控到墮海全程靜默，連一句咪地都講唔出？究竟係反應唔切，定係根本唔敢出聲？OK，即時同大家拆解。香港國際機場發生嚴重事故，一架掛住阿聯酋航空個名，但實際由土耳其 ACT 航空營運嘅波音747貨機，凌晨喺北跑道降落嗰陣，突然失控，衝出跑道，撞爛鐵絲網，直插落海。機上4個機組人員全部土耳其籍，奇蹟生還。佢哋唔係新仔，我起過佢哋個底。其中一個維修工程師喺呢間 AirACT 航空做咗超過11年，係老臣子。但係最慘嘅係地面，一架機場保安巡邏車當時喺圍網外面完全合規嘅位置執勤，被呢架失控嘅龐然巨物連人帶車撞咗落海。車上2名香港機場員工先後證實不治，佢哋死得好冤枉。機管局同航空專家詹永年都出嚟講得好清楚，巡邏車當時停定喺安全位置，完全冇錯，係架飛機衝埋去撞佢。好問題嚟啦，點解會咁？天氣、跑道都正常。控制塔事前亦都冇收過任何求救信號，飛機降落到一半，突然自己扭軚，空管人員瘋狂 call 個機師，完全冇回應。專家詹永年將成件事定性為最高級別嘅意外，佢總結咗幾個魔鬼細節，咁調查方向會鎖死喺呢幾點。第一，黑盒，呢個係唯一真相，飛行數據、駕駛艙最後對話全部喺入邊。第二，轉向系統，專家用咗個詞叫非指令轉向，講白啲就係架飛機可能自己扭軚，機師控制唔到。第三，引擎，波音747有4個引擎，降落嘅時候會用反推力剎車，專家懷疑會唔會出現鴛鴦邊，即係一邊有力一邊冇力，導致架飛機打橫咁去。第四，跑道有冇異物？專家話機會好細，因為就算有嘢要避，標準程序係即刻剎車或者重飛，即係重新拉起機頭再嚟過，而唔係好似揸車咁扭軚。翻返去我哋一開始個問題，點解一班老手會全程靜默？除咗機件故障快到佢哋反應唔切，航空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驚嚇效應同認知隧道效應。意思係當人喺極短時間內遇到極度超乎預期嘅突發狀況，大腦會瞬間當機，或者好似入咗條隧道咁，淨係集中處理眼前單一嘅問題，而完全忽略咗其他同樣重要嘅事，例如向外求救。究竟佢哋當時經歷緊啲咩，令到成個駕駛艙死寂一片？呢一個謎團可能只有黑盒先有答案。你認為係機件問題定係人為因素佔多啲？喺下面留言講你嘅睇法。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一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，確保佢哋知道真相嘅每一塊拼圖。我會用最短嘅時間俾大家個最清晰嘅跟進。多謝收睇，記得訂閱我頻道。